语台语，若无讲台语，就会食袂落饭、困袂落眠的所有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脸的小大伦，是今日你的主播。我是台文博览会发起人嘉明。Hey everyone, I'm Ayong. You can find me on YouTube at Ayong Taigi for the latest in Taiwanese news, language, and culture. 欢迎收看公司台语台新闻直播间。Thanks for tuning in with us here today at the PTS Taiwanese Newsroom. 上大声要带你来关心到咱武汉肺炎上新的发展。最近在咱台湾发生着病院内面的社区感染事件了后咧，即马咱全国所有的即个防疫的等级拢已经提升了。是啊，咱各县市政府即摆的大型活动哦，冰花甲一寡公庙吼咧发红包拢取消啊！害我无法度摕到红包。Before we get started, we just want to remind everyone that due to recent transmissions of the Wuhan virus in a local hospital, the CDC has raised the pandemic prevention alert level. Some counties and cities across Taiwan have announced that large group activities, such as lantern festivals or temple celebrations for giving out red envelopes, have been canceled. So, no ang bao for Gabian. 毋过啊，头拄我看到虾米啊吼，你敢若不哩啊生气呢？物件拢平平伫咧涂骹对无？嘿，我甲你讲，我嘛足生气的。原本时间拢已经切好势啊，要来去出即个咱公司台语台伫咧高雄的即个新春的特别表演啊。讲即摆嘛全部拢取消啊啦，雄雄变一个英人，你知影无？你讲我有生气无？我嘛足生气啊，对无？毋过吼，这是为着要配合着咱政府所宣导的即个全面的即个防疫的政策，所以嘛，请咱所有观众朋友千万莫失望啦吼。知影大家哦，伫厝哦袂使出门过节，所以咱公司台语台有准备侪精彩的节目，陪伴咱平安过年。The PTS Taiwa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that were originally scheduled to take place in Takao have also been canceled in line with the government's policies. But don't worry, even if you can't get out for a New Year's party, PTS Taiwanese has a fantastic lineup of TV shows and movies to help you ring in the new year. 是，因此咧，今年咱公司台语台嘛特别去到高雄来去出外景，伫咧当地啊，找到上受到大家欢迎的囡仔王乐团做伙闹新春。春如闹猜猜，好运直直来。大家好，我是囡仔王，我是吉他手阿红，我是主唱阿达，我是拍鼓的参与，我是贝手王来。头前黑暗，我嘛愿意陪你去听，将所有的快乐拢留予你去啦。因为这条歌，伊咧写伊的画面是孤单的，毋过毋是讲做寂寞安尼。伊伫伊的情绪内底，伊有一个愿望，听的人会感觉讲免烦恼，代志拢会好好。有人会陪你，头前黑暗，我嘛愿意陪你去听，将所有的快乐拢留予你去啦。这条路哪会这呢长，这呢远啊？较早我拢感觉这哪有啥，啉一个就过啊。今仔来到这，才知影，不是遐尼简单啊！月娘啊，月娘啊，月娘啊，你甲笑眯眯啊，欢喜的日子总是过了，较快活，你敢知影，阮在想啥？你敢知影？阮的心声。因为这首歌是伫迄时我做兵的时阵所写的，伫做兵的时阵就是你想要创啥其实拢无法度，因为你无注意嘛，所以会做一限制。我是就是一寡希望啊，就是这首歌是家咧歌词写伫内底，所以就听到我的愿望啊，拜托你啊，所以嘛是，伊就就是送我台语台以后，啥物愿望嘛才顺利的完成。我踏出家门，看到学子送的互相借问，逐天的心情
拢非常欢喜。伫这个大家拢真善良的山庄，这片土地有我的背景，有我的来历。自我出世，就伫这生活。听这首歌的时阵，我会觉得可以表达在这片土地的那些感情，就是我们玩乐都是在这边，然后觉得很轻松、快乐这样。然后在听那一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可以借由那首歌把这样的感觉带到很多地方。这片土地有我的背景，有我的来历。自我出世，就伫这生活。祝大家伫今年身体拢照顾好真好，因为我感觉有健康的身体才使做出第代志。扭转疫情，无事莫黑白出去拍拍照，踮咧厝里，甲朋友开讲斗阵安尼就好啊。新年快乐，欢喜的心。 Really nice, really emotional, touching, like really Taiwanese music, you know. 足甘心的就对啊啦 Great. 吼。黑米啊，你感觉如何？讲出咱高雄人的心声啊！哦，你嘛高雄人哦，对啦。啊，那刷来，咱来报一条高雄的新闻哦。伫咧高雄咧，嘛有一个足厉害台文推广者，就是王昭华老师。伊是台语节目的国文老师哦，同时阵嘛是咧，甲这个全台语咧，伫咧生活当中实行者啦吼。啊，伊同时阵嘛是电影大budget Plus。这个片尾曲叫做《有无的作词人》哦。嘿啊，咱昭华老师哦嘛准备一寡特别的节目吼，甲咱大家做伙春雨闹彩彩，好运直直来。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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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袂大苦，收视率高，红，正桃花，好姻缘，这是写有恁的。西好把味，营养无代志，牛到唱乐，招来练台语，平安顺时食百字，无泡无波 ABC， 拢成万恰是。你要几步？我要5步。1、2、3、4、5步平安顺时的啥物？顺。啊！恭喜你有智慧，袂晓行就要学走啊！走一个车本道，西好把比牛到树落。这过年一定爱传的，做一日较大蕊的，金的好啊，互你金死死。要开花啊！要开花啊！牵一只金牛，要开花啊！啊，要放烟火啊！嘣嘣！1、2、3、4、5、6、7、8、8声真好记，动物园啊来点名，点着爱发声哦。咱台语8声有西好把比，搞到唱乐，但是你有注意到无？拄则我甲牛唱做西好把比，牛第5声牛到唱乐。哦，咱甲牛年的动物园，甲改做牛到唱乐。今年啊，有福艰苦着人，啊大拄着，啊大向前行，啊大真力大输赢。因为台语台今年的迄个春联啊，是写平安顺时，啊，所以我就用平安顺时这个概念，就去想讲。咱来念一个啥物歌，啊，所以就有这条。这算念歌，是我家己往事念歌。正月的人啊来啊，恭喜恭喜，行春行较花，欢欢喜喜，新春牛年祝福你，兜兜唱兜兜唱，平安顺时。继续咱带大家来了解，有专家讲，即马台语有消失的危机。南部其实嘛无咧偌好，毋过一般刻板印象讲咱南部人台语有较好，咱大连敢嘛是高雄人啊，这你就有所不知咯。我是台北囡仔啦吼，啊，这个吼28岁进前咧讲真实的啦。
讲台语，啊讲了袂练转啦。一直到后尾也是我发生一寡代志，吼，啊若真正要讲到明年去啊，我才开始咧，吼，重新来学习家己的母语就对咯，吼。啊，毋过我是台北人，啊，只不过吼，大家咧后来才开始学台语，拢是南部腔较济嘛，所以有真侪朋友拢看到我拢讲啊，大恁你应该是高雄人哦，看听你迄个腔口就感觉讲你是高雄人，实际上我是台北人，就好亲像讲。用的伊咧讲台语讲啊有够厉害的呢，对无？这一听嘛知影讲伊是高雄人吼，你高雄大汉的吼？无啦，我拢讲讲我较像美国人啊。安尼哦，嘿，不过我无像啊。无像，嘿，因为我本地就是啦。对啦，我看得出来。啊，我今年甲台文博览会，有一个合作一个新的节目，叫做台语小借问。台语小借问哦，阮会去找无共联系的人，甲因讨论一寡台语、台文相关的议题吼。哦。啊，若观众朋友想要看，去 YouTube 找台语小借问都会使了。真正厉害咧！啊，台文博览会你毋是发起人吗？是。应该安排你坐遮咧，我甲你两个人安尼吼，你有合作，啊，我徛伫中间嘛怪怪呢，对无吼？啊，毋过重要就是咱赶紧来去即个网络上来去找即个节目叫做。台语小借问，若是想要看搁较侪新春特别节目，请咱所有朋友啊，你一定要锁定咱公司台语台2月11到2月15，有即个画山、画水、画玲珑，啊，搁报道歌顶无数坐百数的新春特别节目，啊，搁过年看电影一系列的好戏，无看可惜哦。哦，安尼我就一定爱看。对啦，最后伫咧遮，阮来祝福大家。新年恭喜！大发财！恭喜恭喜！耶！